陆委会有要求12000位中国配偶着爱补交消毒原则的证明，申请期限就到6月底为止。移民署就公布，即阵已经有超过5000人提交文件，因也同意超过800个人用切结书的方式延后去中国办理。迄议会秘书长罗文嘉就表示讲，有真侪中国配偶拢无法度去到中国来办理入籍，也毋过若是当事人会当提供证明的资料，迄议会就会当来斗3天。陆委会经由专案要求12000名的中国配偶补交入籍证明，若无撤销定居证，申请的期限到30日止。移民署20公布最近的进度，讲近半个月有大约2000人完成交付送失原籍证明，总计超过5000人。针对民众所遭遇的任何困难或者挚爱难行之处，我们都会提供必要的协助。如果因为比较晚才能办理，而来不及完成公证书验证的流程，也不用担心。移民署讲，也审核同意超过800人，经由签名保证方式来代替，也是延后赴中国办理。严格讲起来，人数敢若挖专案12000人的一半。海基会讲，对4月到6月17，已经发出7622件入籍证明验证书，比去年同期是增加真多。他也特别回到了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办理这个拿到户籍除籍证明，但是他最后没拿到，有这种个案。那这种个案，我们最后会协调移民署跟陆委会，然后只要能够提供相当的证明和资料，那我们也会予以做一些这个协助和处理。对于中国配偶补交过程遇到一寡困难，罗文嘉讲，中国配偶等于到中国办理入籍证明，却是无法度办理占大多数。不过当事人即要提供证明的资料，海基会将协助。另外，中国配偶有人身安全的疑问，10年无到中国重大伤病，细汉时阵来台湾，已经70岁以上，加收入户顶，符合签名保证条件，应代替交入籍证明。不过有中国配偶讲，身躯边有真侪姊妹啊，50外岁无都适用。现在除籍的这些姐妹，大部分来台湾已经25年以上了，25年以上了，也找不到地址，也找不到人，父母亲可能也不在了。所以这个对他们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问题啦。那如果说一半的人没有拿的话，是不是政府这边是不是有办法就协助一下他的这些文书跟行政上要做一个什么切割吧？陆委会19讲，政委员有中国配偶无法联络到，也无提出申请，并且证实有中国配偶被要求提出入籍证明，规期放弃台湾身份。王凌峰讲，这项假号中国配偶真是乌号，呼吁政府伸出援手。严过罗文嘉讲，中国配偶无等于中国办理，政府就无法度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